Hello，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起来的时间咯。我们用的中药啊，植物里边有1到8种呢，很多种。不过大家有听过一种有用的植物，叫做金银花冇？我也是第一摆听过哩。金银花佢又有乜嘅用途呢？我哋睇屏東啊，睇竹田鄉有一位農民大哥，佢專門睇種一個金銀花。佢種嘅金銀花唔單止拿來賣哦，佢還同社企來合作。將一個金銀花變做係一個社企嘅特色特產，結合佢哋研究，將一個金銀花變做係社企一個觀光發展嘅資源哦。佢係樣板做到呢，金銀花又有樣板嘅用途同應用。今本日我哋就特別邀請一位農民朋友王大哥來到節目裏邊同大家分享哦。馬上來歡迎佢吧，歡迎王大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屏東農夫黃寅，在竹田鄉2崙村栽種金銀花。好哦，王大哥，那你平常本來就是在種金銀花嗎？還是說你是什麼樣子的情形之下接觸到金銀花的？是，那我平時是在做一些塗料工程，那是北漂到民國80年才回來在屏東，那因為長期的接觸化工的東西，那引發一個氣喘，那氣喘就久病就成良醫，就後來就中草藥金銀花，那把我的氣喘大概解除了。那我想人生的後半段就整個就從事這些金銀花的栽種，那金銀花的栽種大概在我們很多的地點都有在實驗栽種，大概有在台東、花蓮，然後屏東的來義，那泰武，還有萬巒，那大本營在竹田鄉的2崙村。這個就是種這個金銀花的時候，是你有去找它的那個品種嗎？因為我知道說金銀花好像品種幾多種哩？是，大概金銀花在台灣有80個品種。那我們透過了屏北社大，屏北社大有一個教中草藥課的李泰峰老師，那幫忙找到了這些比較優質的品種，然後才大量的培育，然後栽培栽種這樣。不是，它算是在台灣本身原生的就有了嗎？對，它一般是在海拔800以下，它有台灣原生種的金銀花，那也有高山的阿里山的品種的，那個高山忍冬，還有一種毛忍冬，那這些的話在台灣都很適合栽種。不是，對頭擺葵是從以前開始，它其實忍冬金銀花它本身就是作為中藥的藥用植物而聞名的嘛。是，它在大約2000年前藥典就記載，忍冬它是屬於那個忍冬屬，因應在人體的運用上當然蠻廣泛的，它在那個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當中，它都記載蠻清楚的，叫瘟病，一般的瘟病、瘟疫來用金銀花來泡茶，那也可以或者咖啡，咖啡裡面有一個綠原酸的成分，那金銀花裡面的綠原酸更多，它就可以抗這些瘟病。比如說我們一般中藥的一些漢方藥材的配比，可能給它有個底部，他們也會添加說金銀花在裡面，感應面嘛吼。是，一般中醫師在開處方箋，它1/3的那個藥籤裡面會加到金銀花，金銀花就是中藥裡面的1/3強，它是蠻需要人類是成為一個人類的好朋友，
也还挺广泛使用的一种中药材啦吼。不过讲到这边，如果观众朋友，我们这边的那个冷冻金元法，它本身就是一个药用植物，虽然说给对俺的身体也会归后，但是毕竟还会药的，既然是药的药的部分，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评估来去使用。平常做可能顶多就是你少量的。泡茶这些还没有关系，但是有做药用植物，还是希望经过医生的评估嘛，对不对，黄大哥？是，当然最好是有专业的医师来开处方签最好。那平时要保养，要使用的话，就是一般人体有虚实寒热嘛，那比如讲热症属于热燥的好朋友，那就可以使用。那你如果是属于寒性体质的，那希望加一些枸杞、桂圆、老姜，那等等红枣都可以。那帮它提温平稳，那就可以使用。那最好还是要经过医生的那个评估啦，对，做可以咧处方签按的方式嘛，是。讲到按呢，那个金银花种的一久，就是种了大概多久的时间呢，黄大哥？大概前后大概有23年。哇，23年按久啊！你对那个金元法算是很了解的呢，怎么？是。你那个金元法给种算好种吗？它好不好种？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好种。在金银花，它是一个懒人在种的植物。就丢下去，它就会自己长了。对，几乎是这样。那它可以耐寒、耐旱、耐酸碱。它随便只要是海拔800以下的那个场地都适合栽种，所以希望那个观众朋友可以来一起来投入这一个产业。不单单还可以来做药用的，看起开法，它开的花也是很漂亮啊，做一般的观赏植物也不错是，它一般运用在家庭使用上，可以做药膳，可以煮鸡汤，可以煮排骨，可以泡茶，可以和在茶叶里面泡，可以和在咖啡里面煮，然后可以做手工皂，可以做沐浴乳，可以做果冻。等等，应用在生活上层面是蛮宽广的，当药食两用的一个食材，很适合。王大公，你在接触在中药跟金元法的过程当中，有看到过它有特殊的病虫害之类的吗？虽然说它是一个很好种的植物，是有它病虫害，所有的植物都会有病虫害，但是金银花是它比较特例，它是很强，抗菌能力很强的，所以它的天敌病虫害就比较少。那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蝴蝶的幼苗，当开花的时候，它会来吃，吃大概到一半，它会停留，所以我们农夫还有一半可以采收。采收的部分呢，刚刚跟王太公有讲到的，就是想说继续请教一下，说金元法它的采收的时候是采它的花，还是它的根，还是它的叶？但哪一个部分是我们真的会用到？其实主持人问得很好，这个金银花，它整株都等同效用。它在中药里面叫忍冬忍冬藤。那中药房在使用的几乎都是采它的藤根茎。那我们会把花跟苞分开，我们采也会有采苞，也会采花。那这两种都会叶子藤都会用。叶子它可以泡澡，比如讲有皮肤症状的，那我们叶子跟藤一起和在煮一煮，擦一擦身体或是泡澡。比如讲加个那些大蜂草啦，那都蛮适用的。那么当茶叶，藤也可以。那花当然是会比较香气比较有。那苞的话相对就会苦。苞它不建议泡茶。
花茶它泡起来，如果是台湾栽种的金银花，那它会有花蜜的香味，它是蛮清香的，那久闻不厌，久服会身体会轻，蛮轻松的。你王大哥，我有想到，因为牙参妹有看个新闻，头摆有听过新闻这样子报道，如果我们大部分的中药材很多是对泰流给偏过来的，那我们自己台湾在栽种的金银花，大陆也有栽种吗？是大陆有，大陆在华中一带，大概他们的面积蛮大的，而且他们人工很便宜，那相对的台湾栽种，我们没有办法以量去计价，我们会优质化，像我们栽种的过程都是有机验证的，那有几个厂区，那采收最困难的就是人工，比如讲我们的人工一天是1300，那大陆的是200块，所以我们会相差6倍之多。以价钱来讲，台湾的产业包括农产品都是这样，那要输出要出口就比较难，相对的原物料商要使用也比较困难，因为他们都以量计价，以金钱的高低来取向。观众朋友，原来金银花是按好的一种药用的植物，不过因为有大量无穷用的出口的产品的产量可能比不过，故说王大哥今日天数前面无穷用的出路还有金银花用样品的应用呢，咱来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了解同分享哦。清香呢，没想到安尼一个细细金银花具有按多的功能同好处。不过头到王大哥又同咱分享其实伊个清好种的植物，不过在摘树的时间也系穷用吗？继续来请教王大哥咯。王大哥，头到有讲到一个金银花佢一年四季都能开花吗？是，它金银花是一个大概气温16度以上它就开花。那南台湾很适合栽种，因为几乎的温度都是16度以上，那尤其到30度左右，它开花就那个会爆亮。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它也持续在开花。它这么勤劳，一年四季都这样开。那它开花期那个花期很久，它开花的期间是多久啊？开花它从花萼出来开始到4天的左右，4天它初开是白花，然后再来转黄花，黄花到再2天，前后大概4天就会凋零。所以它的花期也不长呢？对，花期不长，凋零。那如果这中间不采下来，它就会自然的凋落。所以它是一个高能力的产业。不过前面黄大哥有讲到说，其实我们的那个金银花是整株都有用嘛。但不过除了病虫害之外，我刚刚又想到说，其实我们台湾有几度的天气不好的时间，那这个天气不好，天时不好的时间，会影响到我们的金银花它的一个产量吗？是会，在我们南台湾它的最困难的季节就是春季梅雨季节来的时候。那梅雨季节来的时候会把花打掉，大概会掉落，那个花叶子都会掉落，掉落之后它会再慢慢又开始又长芽，那前后大概要2个月，那总共应该会3个月就没有花可。那当然如果是当季梅雨季的水量比较少，那就会避过，就会错开这个，就整年度就有花。王大哥，你的天那个种那个金银花的花田，
是不是就是在俺的南部俺的种田那片？对，在南部，我们起先在种是在竹田乡的凤鸣村。那凤鸣村它栽种了大概2年，2年之后就被88风灾、88水灾淹了一次。那淹一次就全军覆没嘛，又开始复育。复育了第2年又919又来了一次的水灾。那水灾之后我们又被淹没了。那所以我们就舍弃这个田区，就慢慢找到竹田乡的2轮村，又重新在2轮又开始建立起来。那喊唐公公，王大哥，你能到2轮村、2轮村之后啊，不只是种植而已，还把它变成是当地社区一类匹配的一个产业嘛，吼。是不是就是把这个金银花变成2轮村的一个特色产业了？是，因为我来到2轮村之后，我就又种了一区的那个田区嘛，那个田区就等于是示范区。那我们的村长李义仁村长跟社区的理事长赖理事长赖理顺，还有那个耆老我们的赖春菊老师来拜访我，说看看能不能帮社区规划一区的金银花田。那当然社区的那个大佬来就义无反顾的就可以就来帮忙建制一区，就是那个无毒的家园，金银花打造无毒家园。那让社区的老人家阿公阿嬷一起来参与，那栽种由我们傅明雄乡长栽种第1棵，那跟那个县政府的陈立平处长、客户处的处长也来一起参与，所以我们那一区的历史就有留下我们的处长跟乡长的那个足迹。那有分成3区，一区是老人家体验区，让2轮村阿公阿嬷来体验采花。那3年之后，80岁以上的老人又多出三个，那表示对老人家很有帮助，健康很有帮助。那第2区就是迷宫区，那也欢迎电视机的朋友、电视机前的朋友一起来带着小朋友亲子活动。那全台湾唯一用金银花打造的迷宫。还有第3区是一个婚纱摄影场景，那也会场地的租借，外借给那个青年朋友，然后结婚的可以来这边拍照，拍结婚纪念照这样。按好伊的规划就是这样子，才形成了伊个人讲的杀气养臭的部分嘛。那其实大家在这个环境底部条都按的批个经营法给法强轻强，在这边这样子会很舒服呢。不过王大哥，你说在2轮村这边它有结合长辈来采花，它是怎么样子一回事？可以同能再详细的分享一下吗？就是这个采花又因为需要到人力，那跟老人家的这个结合，你还懂事还怎么去规划这个部分的？是，那我们当初规划这些老人最主要的让阿公阿嬷来体验的这个区块，这目的最主要就是健康。再来就是我们会规划那个有稍微微薄的收入。那收入就是说采花。那一半是归社区，让社区能够正常营运，不用靠政府太多的补助就可以自给自足。那一部分就留给这些社区志工阿公阿嬷，让他们有动力，出来除了赚到健康，还有微薄的收入，一点点的补贴，那让他们更健康、更快乐。那王太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发现到这些长辈他们参与这个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他们反应很好，他们很乐意出来。对，但因为你长时间如果是待在家里，几乎都是看电视嘛。那电视一看，有时候就老人家看到睡着了，就有被电视看了，对他们也没有帮助。所以我们会积极的来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
起来参与打打扫啦，采花啦，在那边聊天啊，在花园金银花迷宫花园啊，聊聊天啊，就可以度过那个上午的时间。简单的管理嘛。那除了因为这个采收一区之外，后面还有提到说有2个区，就是迷宫区跟那个拍照区。那是不是这些我们的长辈他们也可以培育训练成说可以在那边导览啊，甚至说协助做一些介绍，这些有吗？你们有这样子的规划吗？是有，未来会规划让他们来做导览员。那现在导览员是比较年轻化，那也有在带社区的旅游、导览旅游。包括竹田的小旅行，那我们都有在做，都将金银花做6级产业，把它推广到各村去，那小旅行就也可以1天或2天的来参观我们那个2轮的一个绿水伯公，我们2轮村有18个伯公，18个伯公散居在14个地方。14个聚落，那这些文化据点跟老建筑，那我们未来会培训那些老人家来做一些导览员。听点的土人，因为其实满西都台他们都生活在这边，审判台个，古说对亚的北宫啦吼，七楼底杯、沙基底杯故事一定的详细。我那个，讲的那个小旅行吼，安好啊，俺们爱用办去同。沙奇接受讲，人能可以叫个老了，也爱讲有特别的方式，而去做一个预约，从沙奇做一个小旅行的预约呀。是可以透过社区理事长，还有那个村长、李义仁村长，或是我个人，来对口。那如果是要小旅行、亲子活动、DIY，都可以透过这三个人来对接。按你调到刚刚黄大哥有分享，就是说除了说帮助社区做一些沙奇养抽地方的一个活动之外，前面还有帮金银花去做了不一样的一个出路啦，能够，因为对于台六来讲，他们的产量很大，我们拼不过嘛。那可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黄大哥才跟地方也合作了，然后在地方上推动这样的小旅行社区的营造，甚至于说还帮我们的金银花品质这么好、有机栽种的金银花，去规划了不一样的生产去应用的日常生活用品。那我看到王大公今天有带了一部分的都先走嘛，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是怎么样跟在地去合作去研究出这些不同的产品的。是，因为金银花要销售不太容易嘛，它碍于那个价格的问题嘛，跟大陆没有办法竞争，那所以我们就会研发很多的那个产品，比如讲那个沐浴乳，那个沐浴前面压给嘛，对，前面那个沐浴乳可以洗头、洗脸、洗身体。那时候是为了我太太，因为种了那么大片的一个金银花，竟然卖不出去，而且种到有机验证了还卖不出去，那干脆就来研发因为它长期这样压抑下来会掉头发。掉头发，我说我们的金银花是有一个植物性的抗生素，那就把它做成沐浴乳，抗生素就可以消除它的那个掉发的情形。而且给它个发的雄咪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去放松嘛，就不会压力感到这么大，就有一样的一个效果在，好吗？是，有疗愈的效果，疗愈的效果。观众朋友，其实我们金银花可以做应用有几多除了安尼，等一下继续来同大家继续来了解哦。休息一下，马上过来。前面有讲到金银花按好伊个植物，其实可以做几多种无穷的应用上来开发一个生发用品。前面有介绍到过一个洗身体用的沐浴乳，不过其他的呢，还有哪条的生发用品可以用金银花呢？继续来请教王大哥吧。王大哥，
前面说嘅都也嘅还有晒身体用嘅啊，更加呢还有其他哪度可以用金银花啦？是，刚刚有提到金银花是一个植物性的抗生素。那抗生素呢，用在人体上外部、里面、内服都可以。比如讲吃的就有喉糖。喉糖啊，金银花鲜花也可以当生菜沙拉，当药膳。吃的，然后用的、抹的，有做金银花的一个护肤霜。做金银花的面霜。它对女孩子的爱美还要更美的。那就很好用。还有喷的金银花的纯露，用鲜花去萃取。它可以当护肤、当化妆水、当口腔的保养。都可以啊，蚊虫咬伤也可以。还有涂的金银花的活络油。金银花的活络油也可以当外部的跌打损伤一些淤青都可以使用。所以总的金银花的那个效用它的功能性它蛮高的。那也非常希望社会大众有想开发这些产品的，都会可以互相来结盟。可以都撒起来，跟社区一起来研究说怎么去开发这些金银花，本地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可能嘛。刚刚黄大哥，我听你分享说这么多金银花应用底杯，我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它跟那个玫瑰，人讲玫瑰屏风，它可以入菜，它可以去做料理、做沙拉是不是因为它是有机的，它才可以这样子做？是，栽种一些蔬菜水果，包括这些中草药，当然最严格的就是有机验证的。那有机验证可以入菜，入菜，它当平时的加在菜肴里面，可以煮药膳，可以煮药膳鸡汤。所以这些汤品啊或料理里面，它是不是也会带有同个法香用的香味？因为金银花它其实是很香，就像玫瑰那样子。它是不是就会自然的带有这些花香啊？是，当然它是会散发出一些香气。那金银花的香气，那喝起来会蛮疗愈的。哇，煮过之后给它个香味喊出来是，真的可以好好来试一下，有加个几飞性能给试一下，就算来泡一杯发茶也轻快乐呢就喝个花茶，其实很享受的感觉。你在跟这个社区共同推广做这些生活用品的时候，你们会去找跟那个生技公司合作吗？因为一般来讲，像这些这么有特别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这个原料来讲，泰公司比较可以去做这些的开发，你们会有去找过这些公司吗？是有找过好几家几乎都不会采用台湾的那个农产品。因为他们都要以价钱来取向。价钱取向的话，我们台湾的那个农产就没有办法去供应。那最后不得已，我们也会自己去开发这些产品。希望未来的那个市场，可以着重在台湾的原物料，一些生技厂大公司可以开发产品的，可以来运用我们台湾本地有机的中草药。所以你们还是希望说，因为这些的开发是可以帮助到社区的嘛，所以说还是希望说可以在地去做一个结合应用啦，超毛。是，那我们社区我们也做这个金银花，也有把它做到3生4赢的产业。怎么叫3生呢？一个是生产嘛，生产金银花让社区的阿公阿嬷来投入生产生态就我们把它做成有机无毒的产业，生产生态生活这3生的共同在社区里面在运转。金银花有4赢的产业，第1赢就是开放社会大众认养金银花，1颗金银花2000元。那我们开发的金银花优质的产品、等值的产品2000元就送给他。那认养金银花
不吃亏。那第二营就是开放给招募这些弱势团体、单亲家庭、低收入户、身心障碍者，来我们产区，透过他们的劳力采收金银花，可以养活自己的家庭。第三营，那透过这个认养机制，那农夫就可以将产品无形中的行销出去。那第四营就是我们政府社福单位就减少投入这些资金人力照顾这些弱势团体。那我们也希望这些三生四营能在我们客庄里面发酵发扬光大，也欢迎社会大众一起来参与。不过我头头有面到讲一件事情，就讲要给大家来参观吼，诺贝尔人客也好，也是讲菜地附近的民众也好，他们来接触的，不管是小旅行，也是讲金银花，也给生发用品，他们有什么样子的感想，也是回馈吗？是很多透过这些小旅行来的好朋友，看到我们金银花的栽种过程那么的艰辛，那他们会购买这些伴手礼回去，他们都会分享给亲朋好友，比如说洗的天天可以用得到的日常用品，喷的抹的这些都一些日常用品都用得到，那都会分享给那个亲朋好友，那也会再回来回馈到社区，我们会将他们规划1日游程、2日游程，甚至3日的游程，甚至体验农村的食农教育，认养机制，还有 DIY 的制作。那 DIY 的制作，我们有排的大概将近10个课程，有金花的那个茶包 DIY 啦，有果冻啦，有金花的茶叶蛋啦，等等，有蛋饼啦、蛋卷啦这些，都透过这些可以亲子互动，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客庄有机的金银花，也欢迎各位来互相来切磋，进入这些客庄的小旅行，带回去优质健康的回忆。蒙太哥，你们在做这个部分啊，不管是社区营造的部分也好，还是研发的这个部分，你有遇到过困难比较头疼的部分吗？是，就最难的就是不是研发，最难的就是行销，因为一般农夫大部分的农夫都是会碰到这个行销的问题，因为行销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课题，那农夫天天都是在太阳底下的，你要叫农夫来行销，真的是最难的、最困难的。那个部分在行销，既然讲都有困难嘛吼，那社区跟你这边，你们有去想办法，有想了什么办法去做这个行销的解决吗？透过这个地方创生，让更多的客庄年轻人回到故乡，来投入这些产业，尤其是金银花这么优质的产业，透过地方创生，希望让这些年轻人愿意回来行销，做这个行销。不错，你们行销也还共用社区，大家一起努力去做。那有会跟学校啦、附近的学校这些做结合吗？是有，目前有跟屏科大、屏东大学，还高雄科技大学也合作一起在开发另外一些产品，也会透过这些学校单位，引进这些游程，都会透过学校的那个媒介，结盟这样。要给除了说你们是透过跟异业结盟之外，你们是可以底部这个在做，因为刚刚蒙太狗有讲，你们的金银花其实可以做很多的药膳料理啦这些。那社区有所谓的社区妈妈班这些。天数来做一个研发吧，就是去研发这些料理，这些还是全部都是黄大哥你在研究？是，目前停留的阶段都是由我们这边在做。
那未来也会跟社区的妈妈，社区关怀据点，还有竹田的那个农会家政班，我们也会一起来结盟，开发日常的使用的这些产品。按你一个游客来讲，除了拿到一个可以应用的生活用品之外，他们来到这边的小旅行之后，除了他得到很好的一个回馈之外，他们会不会有希望说，还建议你讲，人家呢希望可以看到嘛个，也一种增加嘛个不同的游程景点在里面，有游客会这样子去反映嘛？是曾经有游客也建议我们，不单单是金银花的小旅行，也可以结合各级学校或是社区，或是关怀据点，来让他们来体验跟老人家在一起，或是做一些互动，还有采摘金银花的游程这样。最迷啦吼，米呢规划头也有讲到，你自家还有嘛个对一个金银花的产业同沙期的养殖，你自家还有嘛个希望的规划吗？是，那我们也希望台湾这个金银花能够发光发热，因为国际的原物料蛮需要金银花的，希望在我们台湾，不止在我们竹田客庄，甚至也希望有兴趣栽种金银花的，能够在各地遍地开花，而且它是一个蛮吉祥，开花有金又有银，又有蛮清香的百闻不厌的一个香气，希望在我们台湾未来可以发光发热，这个金银花。哎呀，就像俺的行业熊熊就是这么善忙、这么努力的，人家在睡觉，给还在跟开发，这个精神也可以值得鼓励的推广一下嘛，吼。观众朋友，今日王太哥同我们小嘅金银花一个安提配的游泳策略，也真是认识讲，其实台湾的农业有几多几大的潜力，也希望讲大家假使讲有一个机会，可以来到竹田同我们议论沙期，同我们竹田乡支持一下，天数来推广一些无穷样的产业今日再一次感谢我们王太哥分享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同小嘅一个安提配的金银花游泳策略，多谢。感谢主持人。欢迎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一起来客庄竹田屏东县的竹田二轮村小旅行，来看看在地有机的金银花也可以 DIY， 也可以体验一下食农教育采摘金银花的乐趣。感谢。好安尼我要好好体验一下一个漫长的生活之前，要有健康的身体，继续天天线上来运动一下咯。希望我哋福起来嘅节目嘅朋友，记得点赞、听客家电视台嘅频道，顺势记得分享出去哦。